各位觀眾，你有冇諗過呢幾年成日聽人講電動車係大勢所趨，咁你部揸緊嘅混能車係咪即刻變成過時產品？定係其實喺充電站未夠普及，電費又加價嘅今日，混能車先至係最精明嘅選擇？我哋唔講空泛嘅未來願景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混能同電動喺日常駕駛同荷包保養上，到底邊個先至係你嘅真命天子？首先，我哋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入油同充電問題。混能車嘅優勢好明顯，唔使改變習慣，入油5分鐘，續航幾百公里，完全冇里程焦慮。尤其係你成日要跨區工作，或者週末喜歡突然開車入下大嶼山、西貢，混能車嘅彈性係無可取代。而純電動車呢，就算快充都要預半個鐘以上。雖然話家陣充電站越嚟越多，但假日熱門地點排隊等位充電，隨時浪費你一個下晝。呢個唔係技術問題，係現實配套問題。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固定車位可以裝充電樁，每晚返去插電像叉手機咁方便，電動車嘅使用體驗先會真正理想。否則混能車嘅便利性暫時仍然贏幾條街。講到錢就更加有趣，電動車排廢平，能源成本理論上都低過入油，但呢條數點計，完全取決於你喺邊度充電。如果主要依靠公共快速充電站，電費加服務費計落，隨時同入油差唔多，慳到嘅錢有限。相反，混能車雖然要入油，但油耗極低，尤其市區慢車塞車時，電力輔助慳油效果非常突出，長期計條數好穩定，唔會受電價波動影響。所以單純計能源開支，未必一面倒係電動車贏，要睇你嘅駕駛同充電習慣。好，到戲肉啦，保養維修，呢度就係混能車嘅主場。混能系統發展咗超過20年，技術極之成熟。佢個副引擎同傳統車差唔多，車房師傅個個都識整。電池方面，混能車用嘅通常係細容量電池，主要用嚟輔助起步同慳油，負荷無純電動車咁大，損耗相對慢，耐用性好高。反觀純電動車，成個動力系統完全唔同，一旦出事，幾乎一定要返原廠。最大投資就係嗰個巨型電池組，用上5-6年後續航力下跌係必然，到時更換成本分分鐘係5位數字甚至更貴。雖然話電池技術不斷進步，但對於今日買車嘅你嚟講，呢個依然係一個需要慎重考慮嘅風險同隱形成本。混能車就冇呢個煩惱，保養同維修條路平穩同可預測得多。最後，我哋要跳出技術層面，諗深一層。電動車代表緊一種未來嘅生活方式同環保承諾。如果你好認同呢個方向，願意為此適應同付出少少不便，咁電動車帶嚟嘅滿足感係好大。但混能車其實係一個極之務實、聰明嘅過渡方案。佢唔係唔夠進取，而係喺現有嘅燃油設施網絡上做到最大程度嘅節能減排，幫車主慳到錢，又唔使改變生活節奏。對於好多家庭嚟講，呢個穩陣性千金難買。所以無話邊個一定最好，你要問自己，你嘅日常路線固定嗎？有私人充電位嗎？你追求最新科技體驗，定係穩陣可靠同成本可控？混能車同電動車之爭，其實就係當下最優解同未來先行者嘅選擇。睇完呢段片，相信你心目中已經有咗一個更清晰嘅答案。